高速公路发生可怕车祸，就伫国道3号快关路南的路段，有一台货车车身突然间落去，喷过北向的车道，甲一台轿车车头陷落，陷入咧真大力，车顶3粒的安全家具拢裂开。赛车陈先生讲，第一时间感觉非常的恐怖，脑海内马上闪过人生的走马灯，好你家在，敢若受到轻伤。 轿车驶入国道中线，对向一台纳西货车咧出乌烟，更较恐怖伫后壁，一支乌色长长的车身对向喷到驾驶的面头前。驾驶根本就袂赴反应，车身已经卡到车头，瞬间安全气囊崩开，驾驶空气想起了当时的情形，袂输人生走马灯已经惊一连去啊！然后撞到当下就是安全气囊就3颗都爆开，这样感觉好像时间暂停，然后感觉就是人生跑马灯一直在跑的感觉。 就是这支乌色的车身去卡到陈先生的车头倒平，有伤到车内安全气囊3粒拢崩开。代志发生伫国道3号快关交流道附近，20时早起10点外，陈先生驶车要上北拜访客户，无留伫对向飞一个车身来，真正互伊惊到。 经过调查，这件车祸除了白色轿车被伤到车内驾驶受伤以外，车身佫继续连造成后壁佫一台半连结车，车卡嘛伤到。依《道路交通管理所条例》第3条之1第1项举发交通违规。车身哪会落去？乌手师傅讲，这甲苗令具尾气有关系。那十字接头发生磨损的时候，它就会有间隙，会导致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传动轴会容易脱落。 师傅讲，上要紧的就是要做好例行性的保养，才会当防止车身佫落去发生这款的恐怖车祸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